来，哦，我讲给你听。有听有听。我讲文华兄4点外去走去做 CT scan 啦，毋知下晡食饱来参加无？老师，大家好，老师你好。平安平安。平安。文华兄做啥物 CT scan 呢？伊讲伊迄个倒手咧肉咧疼啦，我想我咧药是真做即边去得着啦。哦，有通比比讲会了无？主请。主席无哦。无开，大家好。哦。你讲好唔好？好。斗你一片好。好。恁太太有好势无？当然嘛，真好。食真好，讲好唔好？食较白笋啦，咱遮拢较白笋。保你会好食哦。保你的较白笋。保你会较好食。较白笋。我会记得几年前倒去台湾，我第一摆通食烤白笋啊。去转到上日月潭。捧出来，人咧逐个讲我食，我讲这是要安怎食？有够好吵！我摕个爱白剩来白才通食嘛。我这是要安怎食？我逐个讲，你是安怎食个烤白笋过？不啦，一般是有诶拢备好才咧炒啦。备好这你迄较原汁原味，可能较甜啦。伊迄只温麦内子迄种诶。伊迄用清水撒诶尔。嘿啦，共款。爱伫咧浅水诶所在，爱真济水才会有法度。水爱有流啦，水爱有流。建议爱你食好。对啊。歹势啦。无。伊就文华兄起来啊。我早就起来，我早起时4点就起来啊。起到5点啦，无影4点，我5点就起来啊。你无看到人，你敢秘伫迄个被内底？我咧秘迄被内底。无清啦。面床内底拢目屎伫咧，我困内底。无看到你个面啦。乃无，我看卖。就是无啊。你著去秘咧。即摆咧。出来啊。好势无？有较好啊啦。静。你这是一手遮天是无啦？加买好。对。好啦，咱先来祈祷。特别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搁一届组织。阮搁特别为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来献上祈祷，献上迫切的祈祷。阮看全世界，甚至阮伫美国，即个疫情搁一届安尼野悬，侪个所在拢搁有调整防疫的即个规定。加州也已经开始规定对外州也是外国入来爱有自我的 quarantine 14天的规定。阮知即个疫情实在是
超过阮所想象的，求主你继续来怜悯保守阮所有的人，阮也为着文华兄、文华嫂建议兄因伊丽姐甲吴牧师娘的身体来献上祈祷，求主你甲面三个弟弟，显出你的医治伫的身上。阮也为着品品姐等伫台湾来献上祈祷，求主你甲面三个弟弟出入拢有主你的看顾，求你互阮圣神的智慧来了解你今仔日透过保罗伫哥林多的事工所要对阮讲的话，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来，我本底是讲叫咱读到23章啦，吼，23节啦，吼。尾也想讲，若有时间我着甲即个后壁有一段吼，甲保罗较无关系，但是着插伫即个中，就是即个阿波罗的代志吼。今日若有时间，咱着甲讲到完吼，所以我写到28节啦吼。好，今仔日个行程吼，要带咱对雅典来到伫哥林多即个所在吼。雅典到哥林多，哥林多即摆看起来吼，介像是一个岛，其实是一个半岛啦吼。你注意甲看吼，遮有一个，这甲阿妈棍的安尼吼，连做伙吼，甲马其顿连做伙吼，所以伊基本上是半岛，毋是海岛啦吼。咱去看即个图吼，会较清楚吼。伊是有连做伙吼。甲即个大陆遮有连做伙，即中有做一个哥林多的即个运河啦吼，好，来哥林多的意思是一个砖塔吼，是讲互人满足。咱知影伫希腊罗马时代，因真注重，特别咱上礼拜有讲到雅典的哲学的发展，因真注重自我的。需求顶悬的满足吼，即个甲哥林多的名甲因迄阵的思考有关系啦吼。咱拄则已经讲着哥林多是一个伫哥林多的即个半岛顶悬吼，伊有一个真矮的所在，甲即个咱咧讲马其顿吼连做伙啦吼。当然因为安尼，所以伊就真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特别是讲伊遐阁有挖一个运河会当通两边的时阵，伊就有伊的即个交通的重要性吼。上届无，咱倒转来看即个图吼，上届无若准讲要雅典要过来遮吼，毋免安尼说，安尼过来就会使吼，所以会当省真济的时间啦吼。所以即个有伊的足重要的所在吼，哥林多运河吼，我拄则讲着吼，这个所在好，当然伊会当通爱琴海、通地中海，对北边去哩吼，东北边去哩就会当去到乌海吼，所以伊算是一个真四通八达，海运也好啦吼，往陆地来讲拢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啦吼，当然嘛，因为安尼，所以伫军事顶悬也真重要吼。商业当然嘛是拢有啦吼，伊的商业通常是雅典的一个竞争的对象吼，竞争的对象。但是雅典伊是算讲较早就发展，而且佫是一个行政中心啦吼。当然神庙。伫迄个时代，基本上你若大概有官员去到的所在，基本上因起的厝就拢甲即个神庙有关系，因为伊是拢因的即个重要的建筑物的砖塔吼。伫文学顶悬当然书雅典书园啦，因为雅典是伫即个希腊时代就发展即个哲学真文明的一个所在吼。哥林多就这方面就较无吼，所以伊伫军事、伫交通、伫商业
另外伫迄个道德顶悬拢有问题啦，吼，呀，好，咱拄则来讲，伊有足侪迄五常神庙吼，伊个神庙事实上就是咱咧讲是一个因咧公共自治的所在，后公共的役地，这通常就甲一寡性的交易有关系吼，这是伫迄个时阵，你就知影讲。过去的人，若去用对外国领转来，拢是做奴隶。女的奴隶，除了做招台以外，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性的方面啦吼。所以道德顶面拢有足大的问题吼，足大问题。尾伫之前146年，去互这个罗马统治，这个城毁掉啦吼。所以亲像。前礼拜这个文化兄咧问讲，保罗时代所开拓的教会，即摆佫有留伫个？我有回应一句讲，政治咱一入来吼，足侪物件会无去啦吼。咱着看见罗马的大军一入来了，这个规个城都拢毁掉，所以教会建筑物嘛无去啊吼。其实迄时阵无教会建筑物啊，应该咧用花灯啦吼。所以遮的人嘛拢受着压迫吼，咱就知影遮个背景啦吼。然后伫咱今日的经文中间，咱有看到阿基拉甲毕基拉吼，伊经文甲讲阿基拉尔啦吼，但是伊佫讲到因对罗马来吼，因是犹太人，罗马迄个时阵皇帝下令，这个犹太人吼拢爱离开罗马，所以这个阿基拉因就对罗马。来到伫哥林多的所在，甲这个保罗见面啦，吼，甲保罗见面。保罗这对夫妇对保罗的宣告，尾啊，诚做真重要，因为因的本业是相共款的吼，因的本业是咧做这个磅礴的吼。咱来看这个地理啦，吼，地理吼，罗马是伫这个所在。罗马皇帝要求犹太人爱离开罗马，所以因就来到遮吼。所以因嘛是行真远的所在，应该是坐船过来啦吼。这是因什么怀疑？因为陆地吼爱坐真远吼，基本上这个方向基本上拢是坐船啦吼。好，这个阿基拉因的出生地叫做本都啦吼，本都吼。本都到底是倒位？咱介少去想到这个部分吼。其实伊甲因这对夫妇甲这个保罗的背景有小可类似，因拢是犹太人，但是伫外地出世的啦，伫外地出世，兼且因两个人嘛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吼。本都伫倒哈？咱来看伊倒位吼伫。我记，毋是啦，我就知影你一定念的无共字啦，吼，乌白豆啦，本都甲本州吼差足济啦，吼，好，咱来看地图，我后壁有地图啦，这历史我传互咱吼，咱来家己看啦，吼，伊这是一个伫遮吼，咱来看吼。伊是伫即个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北边，乌海的南边遮，吼，伊是即个叫做本都省啦，吼，本都伫遮，吼，遮 ，OK， 好，伊一个省份，吼，Pondus， 吼，毋是迄个，莫有白豆啦，吼，无你会乱去哦，吼，好。这个中间有提到马其顿，讲到这个西拉甲提摩太对马来到伫哥林多，咱注意看吼，当保罗先到庇利亚的时阵，了后伊就找人倒转去，叫这个西拉甲提摩太就爱离开这个腓立比，然后尾这个保罗佫到雅典去吼，但是提摩太甲西拉未赴到雅典，因老尾直接去到哥林多，
所以雅典这个希腊甲提摩太是无去哦，吼，因直接对这个比利亚来到伫这个哥林多甲这个保罗来会面吼，伫迄个所在吼，好，经文记载大概是伫遮啦吼，马其顿是一个，因为这个哥林多是一个半岛啦吼，伊是巴干半岛连接，伊属伫阿盖亚省，毋是马其顿吼，所以咱来看这个地图，咱就大概会当了解吼。伫遮切落来，这拢叫做阿盖亚，哥林多是阿盖亚，所以圣经讲吼，希拉甲提摩太对马其顿来到伫哥林多，吼，这个意思，因为比利亚是伫马其顿省内底，吼，所以伊用安尼来写，毋是写地名，吼，写安尼。好，阿盖亚是一个省份啦，吼。咱伫圣经的中间会去看到讲，伊一个迄个这个巡抚吼，是阿盖亚省的巡抚吼。咱大概知影，伊是一个省份安尼吼。好，叙利亚就是到尾咧讲到保罗要倒转去，决定要倒转去这个叙利亚，特别是这个哥林多了后，伊伫遐。有来甲遮个犹太人会当讲受气啦吼，伊安傻落落的吼，恁甲我无关啦吼，以后要外邦人来传福音等等遮吼，当然叙利亚就是咧讲到犹太地即个部分，就是意思是讲保罗讲我要回家了安尼啦吼，所以咱看讲伊是对倒手边遮个所在，对遮。然后伊要哇，才转来，遮就是叙利亚这个所在，所以伊是要往回程的意思，往回程好，当然伊哥林多呢本身伊毋是一个倚着海边的海港，咱注意看哥林多伫遮，伊毋是一个海港，伊就爱来这个下骹这个海港叫做。尖阁里尖阁里，所以伊会走去尖阁里，为着要坐船来离开。伫遮无啥物大的记载啦吼。才有讲到以弗所这是第3摆的行程吼。因为伊上落尾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安提阿数日了后，伊佫有继续行啦吼。好。咱就看讲，伊去到这个该萨利亚吼，这是一个犹太地南边犹太地南边的一个海港这个保罗是遮上岸，然后对遮去耶路撒冷吼，这是一个足大的港口吼罗马的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政治中心啦吼，下面的部分叫做巴基斯坦，顶悬的部分叫做叙利亚啦吼，所以。咱来看这个地图吼，这个该萨利亚是伫遮，耶路撒冷是伫遮，所以是坐船起来到遮了，才行陆地去到耶路撒冷吼，这是该萨利亚，伫海边足大的一个海港吼。好，然后伊去耶路撒冷，伊讲圣经甲咱讲伊去遐探望教会啦吼，当然遐有真侪犹太基督徒，特别是使徒。拢伫遐，所以基本上伊嘛是算是去述职报告吼，耶路撒冷吼。过来就是伊佫倒转去到安提阿，是宣教师差派的所在吼。而且伊带一段日子了后，第3摆行程还未开始，但是保罗就佫继续伊的一段短行程伫遮吼。你来看伫遮，伊就佫走去这个。亚细亚遮吼，来去传福音安尼吼。好，有去加拉太啦吼，坚固温度啦吼，有去佛吕家啦吼，也是去坚固温度啦吼。那当然，即个中间咱有看到遐人物，就是当然保罗是主角，咱看伊的宣教旅程。基拉咱拄则已经有讲着吼，伊是生伫本都，伫即个亚细亚遮吼。
夫拢真追求啦吼，伊对保罗嘛学真侪物件，尾啊诚做保罗真重要的同工吼。因为因的本业是做篷布的吼，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因真投机啦吼。好，西拉甲提摩太当然是这段旅程中间足重要的同工吼。一面甲伊保罗做伙来服侍就受伊的训练吼。再来提到优士都，这个是一个管会堂的隔壁的人吼。知影讲伊这个名是足希腊话的名吼。什么？什么 tools 吼？这拢是足希腊话的名啦吼。是一个信主的人吼。伫即个内底，咱等下讲到会堂，今仔日的经文有讲两种无共款的会堂，我连伊则来解说啦吼。好，这个人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吼。格利斯布吼，伊是管会堂的人，伊全家信主。照讲，伊应该是管犹太会堂的人，因为保罗去才开始建立迄个基督教会啦吼。咱前边有讲着讲，因的用的会堂毋是真正犹太人家己的会堂，因拢是用迄个公共的会堂伫遐使用，伫遐聚会吼，伫遐聚会。好，当然，即个中间咱看到侪的哥林多的人嘛，对因信主。哥林多的人通常是指外邦人啦，吼。伊若要讲犹太人，伊就写犹太人吼。伊讲哥林多的人，基本上就是讲外邦人吼。好，加流就是我拄则咧讲的这个总督吼，阿盖阿省的总督。但是伊这个人呢，甲毕列多同款吼，或者迄个文化遐作少年的吼，本丢毕列多吼。伊这个同款是迄个洗手的人啦吼，一点仔责任都无吼，无担当安尼吼。好，苏提尼吼，这个管会堂的吼，甲伊咧甲这个格利斯布咧管的会堂应该是无共款的吼。伊这个人去互人犹太人拖出去拍吼。但是咱拄则讲的这个总统吼，拢无要管啦吼。好，小我来讲一下吼，这个所在苏提尼所管的会堂叫做贝马吼，是公共的所在。咱安尼讲可能更较清楚，就是讲是公务在用的会堂啦吼。所以一般来讲，因大概是讲伫遐咧做法庭吼，也是讲做演讲、议会咧演讲。这个所在吼，甲新啊讲是完全无共款的吼，所以伫这段经文内底，这两个会堂，中文拢翻做会堂，但是原文是无共款的物件，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互咱小可知一下吼。贝马伫罗马时代是行政首长咧审案的所在啦吼，这互咱小可知影一下吼。那保罗伫这个所在住18个月吼，后来去互犹太人攻击，咱知影伊去到逐所在拢去互犹太人攻击啦吼。伊这个咱会当看伊讲，伊尾仔伊就足受气安尼吼。好，伊24节到28节咧讲着阿波罗吼。那阿波罗尾仔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保罗有提到吼。伊意思就是讲阿波罗伊嘛真够讲道，嘛有真侪人咧对伊啦吼，是意思吼。所以阿波罗的代志伫《使徒行传》遮有小可甲咱提着，基本上阿波罗咧教导的物件有小可偏差。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咱看到一个真重要人物，就是我拄则咧讲着讲这个，迄对翁仔某对罗马来伫本岛出世的吼，伊受到保罗的教育了后，盘转方向来甲阿波罗讲，你讲的有偏差，爱安怎讲才对吼？这个中间，咱会当伫今仔日的经文来去看到吼。好，咱咧讲到事件啦吼。经文咧讲这个事了后，就是讲
保罗伫雅典这个偶像宗派真严重的城市传福音，有的人讥笑伊，有的人信伊，这个代志了后，伊来到伫哥林多，所以这是一个连接词啦，吼，一个连接词，互咱过来接这个经文的前后安尼吼。伊到哥林多这个捌是一个军事的真重要的城，也去互罗马。主前100几年的时阵，叫罗马来毁灭，甲规个城拢灭掉啦吼。亲像即种的情形，伊有足侪个无共款的行业，当然军事啦、交通啦、政治啦、偶像啦，但是大学就无法度亲像雅典安尼吼。当然教育地位就无啊吼，伊的即个文学的方面就歹吼。伫遮有拄着阿基拉的夫妇，咱拄则讲的吼。因除了做布棚以外，阁是保罗真好的同工，对保罗领受真好的教育了后，阁会当去做教育的事工吼。咱看因甲即个阿波罗会对即个互动，咱就知影吼。伫安息日的辩论啦吼，即个安息日的辩论基本上就是咧讲犹太人最主要啦吼，当然嘛有希尼人信主啦吼，伊拢伫安息日的时阵，较进入伫迄个会堂吼，为什么要甲因辩论？因为上礼拜即个文化兄嘛有问啦吼，保罗伊咧传的是啥？就是各我的基督，但是犹太人无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基本上伫遐就咧甲因辩论遮物件。当然，犹太人就袂相信啦，吼，袂相信啦。所以保罗虽然对犹太人的传福音真正阁有负担，但是犹太人就无要接受吼，伊就即个面对真侪的谤毒、诽谤等遮的吼，尾后伊就用耶稣捌讲过，讲无接待恁的，毋听恁的话，恁就离开迄家吼。到迄个城的时阵呢，骹顶的即个涂刷粉就站的落去安尼吼。保罗伊安那，伊是背衫啦、半衫啦吼，安尼半的吼。恁的花归伫恁吼，无甲我有关系。打了后，我要就近外邦人吼。这是一个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安尼讲的turning point 吼，转捩点吼。伊尾啊，就一直开始。真注重伫外邦的宣教方面啦吼。好，当然伊领真侪人信主啦吼，而且有管会堂的人啦，有管公共的政府会堂的人啦吼，嘛有真侪哥林多的人，就是外邦人来听、来信、来受洗咧吼。伫即个所在，当伊拄着侪攻击的时阵，伊嘛伫遮来看见异象。上帝甲伊讲，无你惊吼，着讲毋通静静，就是讲，你着照你应该讲的去讲安尼吼。保罗伫遮也真受着上帝的激励，但是真可惜，犹太人继续来攻击伊吼。12节到17节的所在吼，拄着即个无爱插代志的总督啦吼，安尼着拍人的代志当作无看见安尼吼，即个咱拄则有讲着吼，所以到尾啊，伊就大概伫遮传福音1年半的时间了后，伊就决定要搁倒转去伫伊受差派的所在。即个时阵毕基拉甲阿基拉甲伊三甲去吼。伊搁要去坐船的时，搁伫遐剪头毛。剪头毛有小可像咧戏冤也是决志的迄个意思啦吼。但是伫咧中间，咱有看到讲保罗一直有即种的心志，就是讲伊想要去倒传福音，但是圣经几若摆讲圣神不准吼，所以伫遮讲吼，若是上帝准吼，我要搁倒转来就近恁啦吼。若是上帝准啦吼，我感觉这真有意思啦吼，嘛真来互咱做一寡提醒吼。所以伫即个建设日的所在，伫遐来加头门来表达伊的决志吼。当然倒转去伫叙利亚，伊阁有行几个城市，因为迄个坐船无亲像咱即个时代，迄个船遮尔大只，
佫有冷冻库，当缀足侪食物，因差不多拢咧缀时间着爱上岸，爱补物件是休困吼。所以咱爱经过一寡城市吼。咱知影保罗基本上是拢会搁伫遐来传福音啦吼。伫24节到28节记载阿波罗的代志，有甲咱讲阿波罗真够讲道，伊嘛真捌道理，伊嘛是犹太人的背景吼。但是伊只有知约翰的洗礼，到底约翰的洗礼有啥物问题？咱连咪会继续搁较深入来讲啦吼。这个巴基拉甲阿基拉吼，伊感觉讲伊这个阿波罗的教导有问题，所以伊来甲伊劝勉，主动甲指正吼，互伊有一个正确的教导安尼啦吼。就是讲，伫这内底，咱看见保罗随时拢在尽力咧传福音吼，亲像上帝甲启示共款，讲叫伊毋通惊，着爱尽应该讲的安尼吼。然后搁来看伊调整宣教的方向，伊拄着一寡困难，伊开始思考，对犹太人传福音是毋是伊的号召，还是讲对犹太人传福音是毋是会使搁继续落去，还是讲伊应该爱转方向？对伊来讲，伊感觉对犹太人传福音已经是一个真了时间的代志吼。所以伊感觉讲，伊爱专心来外邦吼。所以伫经文咧讲，恁的花归伫恁，无我的关系。打了后，我要就近外邦人吼。这个是伊的真清楚的调整吼。搁来就是讲，伊的传福音的中间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伊咧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项代志吼。这是伊传福音的重点。传国外的基督，传扬耶稣是基督，这拢是犹太教的人无法度接受的代志吼。所以咱会通伫遮看见伊的信息的中心点吼。好，来讲到这个约翰的洗礼啦吼。保罗伫哥林多认捌这个伊的同伴吼，阿基拉毕基拉夫妇，因为受保罗真好的教导，所以因对伫这个洗礼认捌嘛真清楚，因为安尼，所以当因听到阿波罗敢若咧讲约翰的洗礼了后，伊就尽力要互阿波罗明白正确的真理。到底约翰的洗礼有啥物问题？咱可能想讲，福音书甲咱讲洗礼约翰是为着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吼。但是咱注意甲看吼，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耶稣基督上天进前。甲使徒讲一句话，讲一句话来。当因到阵的时阵，耶稣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恁讲的话，爱听候我的爸的应允。约翰用水洗礼，恁却要伫几工后受圣神的洗礼。有看到迄个差别啦无？约翰用水洗礼。毋是耶稣咧讲的洗礼，耶稣讲恁要受圣神的洗礼，这是耶稣的洗礼，伫遮足清楚的啦，OK， 好，所以接受圣神的洗礼是接受基督救恩的根本，耶稣基督家己已经说明，耶稣的洗礼毋是基督徒的号召，使徒爱伫耶路撒冷听候啥？听候圣神的洗礼，这伫遐真清楚啦吼 ，OK， 后摆的经文是19章吼，原则上咱先拢总看吼，若讲袂完，咱就分2摆安尼吼，好，来，我先甲这关起来，咱会当来分享啦吼。